你正在準備搬家嗎？簽租房合同之前，先確認這些。最近看到很多關於傳稅詐騙的新聞，很多人都感到非常不安吧。尤其是剛入社會的新人或大學生，光是簽傳稅合同這件事本身就讓人覺得很可怕。我以前也有同樣的感受，但其實只需要一部智能手機，就能完美保護你的傳稅保證金。如果你看到最後，一定能切實保護好你寶貴的傳稅保證金。第一點，國土交通部提供的安心傳稅額是簽傳稅合同前必須確認的必備工具。打開額之後，可以確認房東是否存在欠稅記錄，還可以查詢惡意房東名單，確認合理的傳稅價格，提前攔截空殼傳稅風險，以及簽合同前的分步驟檢查清單。所有這些一次性全部都能確認。與其抱着僥倖心理覺得這種事不會發生在我身上，不如選擇經過數據驗證的安全保障。養成簽合同之前必須先打開安心傳稅額的好習慣吧。第二點，簽完合同並拿到確定日期之後，現在輪到加入傳稅保證金返還保證了。所謂返還保證，是指租賃合同結束時，若房東拒絕歸還保證金，由住宅都市保證公社代為支付的強力保護制度。可以直接在 KakaoPay、NaverPay、上加入傳稅保證金返還保證，無需複雜的文件，利用自動找取技術自動導入信息，僅需1分鐘即可完成加入，完全不需要親自跑銀行，也不需要準備繁瑣的材料，真的非常方便，對吧？第三點，為了經濟條件有限的年輕人，政府同時推出了力度極大的保證費補貼項目，低收入青年家庭可享受最高9折的保證費優惠，已繳納的保證費還可向地方政府申請退款。想一想，只需花費相當於1-2隻炸雞的錢，就能在整個傳稅期間